阿妈呢主动关心阿明嘅心情变化，佢咪分享呢度青岛也排嘅心情嘅方式，像係有的人啊會彈音樂、寫詩、寫日記，或者係跳台戲，有各式各樣嘅方式。唔過輕重要嘅就係要記得青島也情緒嘅出口。故事咧，接下來人就嚟分享到講到心情嘅表達。像係我一博嘅壓力有啲會太講出來，當中真嘅有幫助。用白形容行語好好嘅來表達自家心感到嘅感受。接下來，我就來看一下課程當中有乜嘅詞彙做得來學習嘅。客家話受力，受力，華語的意思是憂慮。憂慮，客家話緊張，緊張，華語的意思是緊張，緊張，客家話樣板，樣板，華語的意思是如何。如何？南西煙用板講，樣個，樣個，欠，欠。華語的意思是生氣，生氣。受力愛用板變輕鬆，受力愛用板變輕鬆。華語的意思是憂慮要如何放輕鬆，憂慮要如何放輕鬆。南西煙強用板講，受力愛用個變輕鬆，受力愛用個變輕鬆。當天愛用板變輕鬆，當天愛用板變輕鬆。華語的意思是非常生氣，要如何放輕鬆？非常生氣，要如何放輕鬆？南西煙強用板講，該天愛用個變輕鬆，該天愛用個變輕鬆。緊張愛用板變輕鬆，緊張愛用板變輕鬆。翻譯的意思，華語的意思是說，緊張要如何放輕鬆？緊張要如何放輕鬆？南西煙愛用板講，緊張愛用個變輕鬆，緊張愛用個變輕鬆。